字幕怎么弄？现在有看到那个荧幕上有 CC 2个字有没有？按下去，你看下面那个叫字幕已关闭，再按一下，背景色是白色的那 CC 那边的字幕已开启了。右上方齿轮有没有齿轮？字幕可以选择啊，你看中文台湾、英文美国，现在按一下，字幕已开启英文美国。现在没有声音呢。哦，有，你看字出来了，有没有？字这么大呢，字大小也可以调整的。按右上角上齿轮有没有？你看英文字幕啊，你看这个就是英文字幕，要有给它字幕，它才会跑这个英文。不给它，那可能自己翻译的不一定完全正确，可能意思不是呢我们要的呢。字大小也可以调整，那个是要有设定的。还有自动翻译，你看哦，自动翻译还可以选很多种语文，你看。哦，这有17种选择，17种选择都可以勾选吗？中文当然有了，日文可以勾选吗？诶，日文是自动翻译，有没有看到？就变成这样了。把它按下去，看看会不会出现日文。哎，真的有出现日文呢，你看。但是意思是不是我们要的那个呢？就是不一定了，意思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个，就是这样的啊。那选自动翻译也可以选那个，泰文啊、越南文啊、韩文啊。泰文哦，这个就是泰文了。再来，字幕这边按一下，自动翻译这边，还选那个越南文。越南、道亲、泰国道亲都有，英文讲英文的美国的、菲律宾道亲都有，那还有韩国的还没有，日文的还没有点，日文也点过了，韩文的还没有点。字幕有没有开启啊？